第五章，耶穌看見許多人的人，就上了山，既坐下，門徒到他跟前，他就開口教訓他們說：虛心的人有福了，因為天國是他們的；哀慟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得安慰；溫柔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；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得飽足；憐憫人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蒙憐憫；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看見神；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；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為天國是他們的。人若因我的侮辱罵你們、逼迫你們、捏造各樣的壞話誹謗你們，你們就有福了，應當歡喜快樂，因為在天上賞賜是大的。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。你們是世上的鹽，鹽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鹹呢？以後無用，不過掉在外面，被人踐踏。你們是世上的光，城在山上不能隱藏的。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燈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們的光也照樣照在人前，叫他們看見你的好行為，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。莫想我來廢掉律法和先知，我來不要廢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就是天地都要廢去，律法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，都要成全。所以無論廢掉律法中誡命中最小一條，又教訓人這樣做的，他在天國要稱為最小；但無論任何人遵行這誡命，又教訓人遵行，他在天國中要稱為大的。我又告訴你們，你們若義不勝過法利賽人的義，斷不能進天國。凡聽見吩咐古人的話，不可殺人，又說凡殺人的，難免受審判。只是我告訴你們，凡向弟兄動怒的，難免受審判；凡鬧弟兄迦拉的，難免受公會的判斷；凡鬧弟兄魔利的，難免地獄的火。所以在祭壇上獻上禮物時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懷怨，就把禮物留在壇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後來獻上禮物。你同你的對頭還在路上，就趕緊和他和息，我怕他把你送到審判官上苦鳩還刑，你就下到監裏去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若不因為錢沒有還清，你斷不能從那裏出來。你們聽見有話說不可奸淫，只是我告訴你們，凡對婦女動了淫了，這人心裏已與她犯了奸淫。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，就刮出來掉掉，寧可把體中失去一體，不叫全身掉在地獄裏。若是右手叫你跌倒，就斬下來掉掉，寧可失去體中一體，不叫全身下地獄。又有話說，人若休妻，就當給他休書。只是我告訴你們，凡休妻的，若不是為了奸淫的緣故，就叫他作淫婦了。人若娶了這比休的婦人，也是犯了奸淫。你們又聽見古人說的話，不可背誓，所起的誓總要向主謹守。只是我告訴你們，什麼誓都不可起，不可指着天起誓，因為天是神的寶座；不可指着地起誓，因為他是他的腳凳；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，因為耶路撒冷是大軍的京城；又不可指着你頭髮起誓，因為你不能使一根的頭髮變黑或變白了。你們的話說是就說是，不是就說不是。若再多說，就是出於那惡者。你們聽見有話說以牙還牙，只是我告訴你們，不如與惡人作對。有人打你右邊，你連左邊任他打；有人想要告你，照拿你的內衣，連外衣也由他拿去。
有人強迫你走1里路，你就同他走2里路；有求你的就給他，有向你借貸的不可推辭。你們聽見有話說，當愛你的鄰舍，恨你的仇敵。於是我告訴你們，要愛你們的仇敵，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，這樣你們就可作天父的兒子，因為他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給義人又降雨給不義的人。你們若單單愛那愛你們的人，有什麼賞賜呢？就是稅吏也不是這樣行嗎？你們若單稱弟兄的愛，有什麼長處呢？就是外邦人也不是這樣行嗎？所以你們要完全，像你們天父完全一樣。